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今年一度的澎湖花火节4月要盛大来展开咯。啊，拄好拄到迪士尼100周年，所以迪士尼的吉祥物米奇甲米妮会伫个无人机的表演来现身。啊，乡亲有安排要去澎湖佚佗，除了抢无人机票甲驻文饭店之外，讲嘛爱提前来租订这个机车。啊，有关到澎湖都爱骑机车这件代志，有好消息咯。讲为5月开始，雷纳轮加入着营运，会当互游客带着家己的机车，做伙坐船到澎湖来跳岛游览。光艳艳烟火伫咧夜空放个真水，民众夜头看甲真欢喜。到达彩虹桥顶的灯火，互画面愈水。一年一摆澎湖花火节要伫咧4月请赢起鼓。今年佮拄好是大人囡仔上喜意的迪士尼100周年，有大家热闹闹的 Mickey、Minnie、冰雪奇缘，佮漫威电影内底的猛界角色，拢会透过无人机来展现。来到澎湖佚佗，除了坐飞龙机，5月初3开始，南石公路雷纳轮就要起航，而且开放游客坐青牌和白牌奥多麦，每礼拜有3天往回安平、到马京。你要骑车的话，你只能去租车啊，租车一天很贵，而且不是你的车的话，你会不习惯。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说走就走。澎湖这个地方，你要是用骑机车的方式，机动性也相对的比较高，还来得优雅，还来得悠闲，要更深入，有很多的秘境，非得用这一个机车来的话。新海峰游澎湖真浪漫的区，来到佚佗用2点钟，地当骑奥多麦来踅澎湖岛。另外，国际邮轮民生世界1号4月7日迈为高雄出发，机中港则搁停靠伫咧澎湖马金港，互国际游客无机会会当来澎湖佚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